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昨半暝，真侪所在，这个雨拢落甲真大。上主要是锋面通过带来水汽。早起的7点10分，玉山嘛落雪咯，一直落到8点40分。若这个雨落到中昼嘛停了。明仔载剩东半部会落一寡零散雨，北部甲东北部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会小可较凉。到拜五，温度就会豆豆回转来。一直到3月底，全台湾拢会真好天。北部地区一早这个雨势还是蛮大的，清晨最低温只有15度，高温也只有20度。不过别太担心哦，这个雨势到了中午过后就会逐渐缓和。锋面伫要离开台湾，大家唔免像透早同款，伫大蒙的天甲野雨线来过车路。今天晚上开始，一直到明天，又恢复成只剩下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雨，西半部恢复到比较稳定的天气。今仔日全台湾除了高屏地区拢要是落雨，各地气温会较凉。明仔载敢若剩东北部有零散啊雨，北部温度14度到22度，中南部16度到30度。拜五了后，雨和气温拢会较回。玉山透早搁一摆落山过雪，一片雪白美景真吓人。今天早上的7点10分开始有观测到降雪，那雪的部分的话，一路下到8点40分的时候，雪已经停下来了。那目前的话，积雪大概是1公分左右。不过这摆的雪景，恐惊的是春天的上尾一波。气象局估计到3月底，全台湾拢会是适合佚佗的好天气。南部地区可能会有32度的高温。较高的衫裤会使开始收起来，迎接温暖的春天。